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5AM新闻，我是嘉豪。这中东战事影响到全世界股市，不过初5呢，这美股4大指数拢起，带动咱的股市回起。这代表换美金本体是64.44角，今仔日是有起收伫咧31.683块，升1.2分。咱来讲到这台股对拜三落超过1400点，拜四早盘就起1491.6，不过最后呢是收伫咧33672点。起844点，台积电是收伫咧1,900块，起35块。中东的战事升温，台股初时是大落1494.77点，创史上第3大单日的落点。不过，才过一天，初五台股开始反攻，早盘中起到1491点，创史上第2大起点。中场起伏缩小，收伫33672点，起844.06点，创史上第5关。在昨天的美股走高之后，今天亚洲股市也出现强劲的反弹，特别是这1-2天跌得最重的韩国股市的止稳，也让市场的一个信心明显的恢复。国安基金昨天也出面喊话这个有一定的这种心理这个激励的一个效果。这礼拜阿股包括台日韩对拜1到拜3上盘拢落，3天加起来落幅台股落7.3%，日本落7.82%，韩国落18.43%。不过初五台股对欧冰红收盘是起2.57%，日股起1.9%，韩国是起9.63%。另外，台股逆转的主因是科技股台积电领起，台积电早盘中时来到1960块，起95块，落尾是收伫1900块，起35块。另外，记忆体族群嘛对落落去转做讲起哩，亲像咱马科和旺宏收盘起停，华邦电早盘中是起停，尾盘起势较收，起7.69%。盘面领涨的族群，当然就是以台积电为首。这些 AI 相关的一个供应链美元因为忽然之间的急升，那我们台币当然是因为这个因素是走偏的。波动较大的时候，以及市场供需假设出现比较大的失衡的时候，我们央行会进场调节。拜1到拜3，逐天拢呈现高回升势。台平换美金3天是落4.44角，初五台票表现强势，早盘中是升8.4分，落尾收伫31.683块，升1.2分。央行表示，这礼拜1拜日有进场调节，刷落来观察波动。若市场强势失衡，央行同款的进场调节。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让中东局势变搁较紧张。根据报道，美国的伊拉克库德族武装部队当日下过边境，准备要对这伊朗发动地面攻击。不过，白宫的发言人却是否认这款的讲法。另外，为着要打击真主党，以色列军队已经去到黎巴嫩南部一个小镇，而且呼吁当地居民要随往北边撤离。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冲突的强度继续升悬。据美国甲以色列媒体报道，数千名亲美国的伊拉克库德族武装部队当提由美国提供的小型武器，要为伊拉克划过边境，准备参与对伊朗的地面攻击。美国甲以色列想要搁另外开一条战线，用来分散伊朗安全部队军力。根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境内的库德族早就想要杀到即马的政权，所以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甲伊朗参伊拉克库德族领袖通话，寻求军事支持，只是伊朗西部的边境扫索、行政建筑甲通信塔台，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无法度判断是美国、以色列也是双方共同发动的方式。也毋过，川普连拍库德族的消息，刷造着白宫发言人李维德否认。李维德讲，目前川普当咧积极思考的是，这场冲突结束了后，美国伫伊朗所扮演的角色。Could you tell us about the president's current thinking about ground troops and whether they could be used? If they were to be sent into Iran, what would they be used for? What's the situation of that? Well, they're not part of the plan for this operation at this time, but I certainly will never take away military options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Commander-in-Chief. 另外，黎巴嫩也放假伫这场战争中，根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为了打击黎巴嫩的伊斯兰军事组织真主党，军队已经到离两国边境大约6公里远的黎巴嫩南部基安镇。以色列唔但采取地面攻击，也伫空中袭击，佮呼吁黎巴嫩附近的居民随往北方撤离。伫一连串的空袭中，以色列击到黎巴嫩郊外一间饭店，真主党也表明因已经发射飞弹反击。نحن معنيون أن نواصل الدفاع ونسقط أهداف هذا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أمريكي وأن نثبت على موقفنا الرافض لمشاريع العدو
这几个月来，黎巴嫩的政府军伫美国甲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当地黎巴嫩南部也都是真主动的地盘部署兵力。虽然目前也无清楚黎巴嫩的政府军敢是有能力来对抗真主党，不过以色列甲真主党的冲突已经造成7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也有数万人有路无厝无依无法。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表示，初时呢，这美国的舰舰伫咧斯里兰卡外海，甲一只伊朗的军舰结甲沉去。这斯里兰卡的海军呢，有获到87个人遗体，救到32名生还者。这是二战以来真罕得有舰舰甲军舰拍甲沉去的案例。这代表讲，美军对这伊朗的攻击已经无搁再限定波斯湾或者是中东领土，已经是变做下区域的主动行动啊。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影片显示，一只军舰伫去美国舰舰发射迄类击到了爆炸，真大冲击力蹦出水面。影片倒边会当看到部分军员走去船头。美国国防部长初时证实，美国海军伫斯里兰卡外海击到伊朗新型巡航舰德纳号。消息指出，船顶有载180人，目前也有几60人失联。An American submarine sunk an Iranian warship that thought it was saf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Instead, it was sunk by a torpedo. Quiet death. The first sinking of an enemy ship by a torpedo since World War II. 法国法兰西24电视台指出，赫格塞斯所讲的唔对，英国已经有其他军舰去互迄类拍沉的记录，像讲福克兰战争期间，互英国拍沉的阿根廷军舰。斯里兰卡海岸警卫队伫接到求信号了后，赶到现场，当时已经无看船只，救援人员虽甲受伤人员送医，嘛甲其他遗体运回陆地。When we were carrying out search and rescue work, we were able to save a group of people who were in the sea. By talking to them,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y were from an Iranian ship and needed urgent medical attention. 德纳号伫2015年头一届落水，有侵海巡逻能力，配备大型火炮、地对空飞弹、反舰飞弹甲鱼雷，可以当载一台直升机。伊伫初时拄结束由印度伫孟加拉湾组织的海上演习。伫国际水域演习准备飞行的时阵，向去互美军攻击。这显示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下出波斯湾也是中东地区。伫以色列战方的部分，以色列时报初时报道，一台以色列空军 F-35战机伫伊朗德黑兰天顶，甲一台路西亚制的伊朗雅克130型战机甲拍落来。报道指出，这是 F-35战机头一届甲有人驾驶的飞机拍落来，也是以色列空军40年来头一届甲有人驾驶的飞机进行空对空的战斗。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国内消息，这内政部今宣布分育新政策，包含提供20%的社会主体，增加幼囝安全设施征收补助等等，鼓励民众结婚生囝。按算到117年呢，有42000户社会主体和14万户的租金补贴挺好运用，计共18万户婚育家庭受到帮助。那民间团体是表示肯定。有生已经8个月啊，30多岁区小姐结婚2年，就要迎接第一个囝，符合内政部婚育体的申请，含厝内有新生儿的加码补助资格。伊认为政府规划主体政策立意真好，但暂时未考虑国生。生小孩这件事好像不光只是就是住宅的问题而已，就还有包括你后面的托育啊、教育等等，然后还有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稳定的。内政部宣布会继续放出婚育体，去年已经提供1022户，今年会照各地完工的进度，拢总9个县市会放出其中20%做婚育体。另外，对包租代管的部分，交俾厝卡幼稚安全设施修缮补助1年上悬6000，厝税补贴婚育家庭的数定嘛放宽到上加生活费3.5倍。另外，有新生儿出生的家庭，第一梯加码厝税补助100%。原来包租代管它是补助我们的出租人。那这一次为了这个婚育家庭，我们补助我们的承租人，那适用对象是房客属于114年10月1号以后登记结婚的新婚2年内，或者是育有新生儿。今前台北市政府嘛宣布推动育儿减工时的申请，但是劳动部长洪新涵质疑讲有可能变作上定性的试办。台北市长周办安回应讲，3月开始开办以来，已经有超过30间企业来报名参加这项计划。在试办的过程中，各界若有好的意见，嘛会当参加讨论。示范性质，鼓励企业参与，所以也保留了后续我们扩大挹注经费的弹性。是更
期待是这个政府是可以有一个比较更全面性的一个整个一个支持整体性的一个规划。民团认为讲，包括自体含减工时这政策，拢对婚育家庭有帮助，但是针对唔敢结婚、唔敢生的族群，嘛是必须要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亲像照顾、退休等等，中央和地方做伙互民众安心生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你的健康，这卫福部预告上届新的逐工饮食指南，建议讲这水的量要加啉寡，也那牛奶类的物件就要减少。是考虑到国内民众真侪人拢零糖本来症，会当透过别个选项来补钙。也那其他类食品的上限，这量呢也是有条件。国健署是表示讲，唔是鼓励民众物件食较济，是按照你的需求，把这营养补好够。烧汤汤的米，佮加料摆起哩。透早民众排队买早顿，除了饭丸，有足侪人会另外加蛋白质。那早上就是蛋一定是有啦，或者吐司啦，或者是麦片之类。淀粉类可能会少一点，对，然后菜尽量多一点。卫福部定期检视咱台湾人每日饮食指南，2026年上新的版本出炉，甲2018年版本比起来，6大类食物当中，乳制品逐工建议量为1.5杯，降落去1杯，主要是因为真侪台湾人拢有乳糖不耐症，会当用其他多元食物来摄取钙质，也若其他穀物、杂粮类等等5大类，建议上限嘛调起哩，以蛋白质做例，摄取量是3到13份。考量到说不同族群它可能能量的这个需求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把这个能量需求扩大，那我们增加到3500大卡，提供民众这个能够弹性运用，并非鼓励的这个过量的摄取的部分。国健署即摆嘛依照无共年龄甲性别定出无共的水分摄取量建议，成年的男性逐工啉水量爱到2400cc， 若是加入食物当中的水分爱到3200cc。临床医师提醒，若是长期啉水无够，恐惊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缺水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变得很浓稠，我们的循环会变差，更严重的缺水甚至会导致血压降低，甚至造成休克都有可能。不一个医生嘛提醒，若是已经有心脏还是腰子疾病患者，可能会互水分无法度顺利排出去，就袂当用同款的标准来啉水，要是要咨询专业人士。记者综合报道。癌症一直是咱国内10大死因之一，患者一个人破病也影响规口罩。为了要减轻患者压力，健保署对2月初一开始扩大癌症治疗给付。即马直肠癌、结肠癌，抑个头癌菌范围的癌症，治疗无限定爱用标靶药物、含片抑药物选一个，会当拢总使用，健保也会给付。癌症一定是国人10大死因，为着健康台湾的目标，和减轻医生甲病人的压力，健保署对2月初一开始放零直肠癌、结肠癌和头壳甲红菌范围的癌症，标靶药物、含免疫药物2个选1个的限制。若2个拢用，健保同款会支付。癌症希望基金会表示，这项政策开放到今，有差不多2-3千人受惠，帮助这个家庭减轻负担。我们的药物治疗要接轨国际。过去在经费有限下面，珍惜的资源有限下面，开放的过程可能不如大家预期。那未来我们希望这样在治疗的选择能够真正的跟上国际指引。每个月拿出超过10万块的医疗费用，其实不仅仅是压垮这个病人，也压垮整个家庭、病患端、病家属端，他们等于是压力整个解放。其实对于临床医师来说，也是一个解套。医生表示，有55%的患者确诊头甲癌菌范围的癌症，拢已经是尾期啊。若治疗无完整，就会影响存活的机会。即马拍开限制，药啊会当斗阵使用，也提升治疗的效果。你拄仔开始用免疫治疗，效果无讲介好，我会当去转变，去用标靶治疗来做伙来使用。所以这就是讲，那像咱咧甲人做作战共款，咱3-4种的无共款的治疗，拢会当做伙来做伙拍，安尼对于癌症的治疗效果会较好。癌症希望基金会讲，真欢喜看到新的政策落实，互台湾的癌症照护会当更较完善，也希望健保署伫未来会当照顾到其他弱势癌症，互癌症患者拢有医疗保障，延长性命。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
提醒咱的观众朋友，食槟榔是会致癌的。这个嘉义县呢，有一个查甫人去食到一个槟榔内面迄粒倒吊子，说是混迷，当场无喘气心跳。加在救护人员赶到位送病院，才甲命救倒转来。病院医生也表示讲，倒吊子的生物碱比一般槟榔较悬，这引起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而且这槟榔呢有致癌风险，上好是莫食。查甫人行无几步，就规个倒落去，互服务处的人拢惊到啊！嘉义一个49岁姓刘的查甫人，顶个月11去民雄乡长服务处拜会进前，疑似去食到红叫做是倒吊子的变异槟榔，造成伊伫服务处倒落去昏迷，当场无喘气、无心跳，救护人员到场较紧急救。口鼻都是大量的分泌物，那看他的脸色也有点发干，就觉得这个状况不对劲，也是先检查了他的生命真相。那发现他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状况，当下都是直接。不管其他的，就先做一些急救的处置。姓刘的查甫人经过抢救，恢复心跳和喘气，送病院治疗了，这条命才救回来。伊才是去救护队洗刀车的时阵，嘛是搁惊，讲以后唔敢食槟榔啊。完全没有症状或是干嘛，就直接起身要离开。无意识的晕倒了。业者对地下内面甲槟榔摕出来，倒吊只是讲头伫骹尾伫顶悬，电到向成长的变异槟榔，虽然工人的成板条，但是有当时嘛是会漏胶，那含一般的槟榔抗做伙根本就分袂出来。外观无法度去分辨，爱食用爱食落去，才有法度去知影。啊，无你家想啊，伊若有看会出来，伊倒吊子迄就袂包落去啊，伊哪会去食着？倒吊子里面原则上是有一些高剂量的生物质，那个就会造成心脏的严重的心律不整。医生表示讲，若去食到倒吊子，有可能引起致命性的心脏乱跳，造成休克。若是倒吊子有危害，一般槟榔的槟榔碱含石灰这成分，嘛会刺激喙的黏膜，长期落来有可能病变变作喙腔癌。提醒民众为着健康，也是莫食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出门在外一定要关键过后，这高雄昨暗呢有一台运送货地登去病院的民间救护车，经过路口时阵，对向一台轿车无马牛直接甲伊撞落去。加在这救护车行人是拢无代志，那轿车因为无牛上当会当罚到3万块，而且吊销驾照、吊扣牌照6个月。救护车当要过路口，就互乌烧轿车撞到。高雄一只民间的救护车，测试暗时在输回地啊，经过中华1路甲民生4路的时，因为对向的轿车无让来发生车祸，民众感觉驾驶唔让的行为是真超过。上面一定是有紧急状况，那不管你自己事情多紧急，一定没有比人民重要。不管是你是汽车还是机车，都不可以去撞救护车，怎么可以？他不管上面有没有装的人，那他就是急着要救人嘛。应该礼让。红龙的救护车初5透早来到联合病院执行转移任务的时，车头还有压着的痕。根据了解，病院因为临床的需求，向关血中心主文不是伤悲的火，委托民间的救护车去领火。不过火停的时却发生意外，加在救护车人员无安怎，火也顺利转去病院入库。城南听闻救护车警号，为立即避让之行为，依《道交条例》第45条第2项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驾照及吊扣该汽车牌照6个月。警方会按照道交条例罚轿车的驾驶，不过唔让救护车的事件是常常发生。过去有食酒醉的男性徛伫路口砸救护车，佫有救护车经过路口的时，互机车撞到。警方也提醒民众，若拄到咧做勤务的救护车，一定爱让，较免耽误救护，也危害到车顶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少年人要趁这险钱，你一世人就乌有去。高雄警方抓到一个组织完整而且是人数上济的卖毒集团。这个集团的分工有路，接订单送货拢有专人负责。外送员接单过会当抽，用这员工价声音来买毒品，请少年仔来送货，拢总抓到20多个人，其中就6个是未成年。站住！抓人！警察一路对卖毒集团的送货员来到交货地点，随出手压制俩人，居然伫车顶超出大量的毒品。高雄市刑警大队去年办纪录件毒品案，发现幕后哪像有集团伫咧操作。警方经过半年的追查，发动8届超找，唔那前后拢总抓到20几个人，佮超到安非他命、K他命、强势混蛋等等的大量毒品。警方估计，干那这半年卖毒集团的不法所得超过500万。蹲下。警察，蹲下！这个
卖毒集团分工真有路，无论是接单、派单、送货、收钱，拢有专人负责。刑警大队表示，无论组织的规模还是人数，拢是因这几年上大件。警方强调，集团用外送员接单超过基本数，会当偷拍数的做法，甚至搁附近员工价来买毒，请少年仔来送货。伫咧20几个嫌犯内底，有6个是未成年，其中有3个都是哪趁钱哪食毒。线上客服人员，还有包含这个收取这个贩毒赃款，还有这个在组织成员间，在管理人员都有专责人员在负责。算历年来我们在查缉毒品在分工，算是组织最完整以及人员数最庞大的一个贩毒集团。卖毒集团包括姓市的主嫌在内，拢总7名嫌犯，拢已经互法院裁定羁押。警方也提醒，家长要加关心囡仔伫咧外面交朋友甲找工课状况，唔通因为一时的无细致，就去行歹路。记者柯家祖、顾朝阳、高永昌报道。这中东战争发生了后，真侪国家的领空是拢关起来，无法度坐这商业飞机帮离境。不过渐渐有伫咧开放啊，今下晡4点外有第2批留伫中东的252个台湾人顺利登来到台湾。不过也是有200多人因为无飞机帮留伫咧中东国家，就卡伫咧卡达的这台湾人批评讲，联络外交部说是无消无息。咱的外交部是讲呢，咱的驻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处有联絡到26名留伫咧卡达有意願離境的台湾人，頭一批10個呢，已經初5透早到這沙烏地阿拉伯嘅首都咯。咱的駐外館處會當協助行陸地，載這嘅人去到別個國家坐飛機。歡喜提安保翕相初5下晝4點外，252名咱國民眾順利為杜拜機場登來台灣，尤其迄當時中東戰事爆發，有點心驚驚。一直蹦蹦蹦的啊，還是很緊張啊。慢慢的就沒有聲音了，就沒有那麼害怕。那現在終於回到台灣了。對啊，好開心哦。都發生的時候，其實都沒有什麼心情在玩，就是可能都待在飯店這樣子，因為一直聽到聲音。受衝突影響的中東地區真濟國徛佇安全考量宣布關閉領空，造成大量航班取消，也是解導真濟台灣人不得不滯留當地。也有人佇車山為大愛飯店清楚記錄到伊朗無人機擊到杜拜的美國領事館。我們剛好是對面的飯店，很可怕啊！可是我們就是看到有點像流星啊。整個中東的情勢不斷的在改變發展，那麼我們也隨之調整我們的這個工作，了解一下當他們的整個的狀況怎麼樣，所以在強化我們對這個駐館的溝通。外交部目前就海灣6個地區定值警戒，其他部分地區是紅色警戒，也佇網站設置中東服務專區。透過圖卡顯示，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甲阿曼的商業航班目前會當運行，呼籲民眾趕緊離境。阿拉伯聯合大公告是維持有限度航班，主管會當協助經過陸路轉去其他國家坐飛機。空橋關閉的卡達巴林，可為着定紅色區域。未離境的民眾趕緊甲住處登記聯繫。那後續他們也會提供陸路的方式來協助國人來持續的離開。那巴林可能也有這樣的需求，我們會持續滾動式來調整，來提供最好的這個照護的服務。到初5個關注統計第9滯留中東的民眾情況，包括以色列、杜拜、卡達、約旦、巴林、阿曼滯留台灣人有244人。正經傳出有受困卡達的民眾指控，聯繫外交部尋求協助無結果。外交部回應，咱駐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處已經聯繫到26名滯留卡達，各有意願離境的民眾頭一批，10名民眾已經佇初5透早去到沙國首都利雅得。記者綜合報道。中國人大會議今日舉行，也公布中國2026年國防預算是1.9兆人民票，調是8.77兆的台票，含台灣比呢是咱的9倍。學者分析講，中共可能是投入研發第6代戰機新式無人機，還有航艦的後勤維修，甚至是無排除軍事演練，和區域局勢愈來愈緊張。共軍出動人員警戒北京人民大會堂附近道路封鎖，周邊安排警力做交通管制。中國人大會議初5舉行，北京維安戰急升懸。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做工作報告，講到中國面臨外部衝擊挑戰，加國內兩難複雜嚴重局勢，要實現建國100年建設強軍的目標奮鬥。
嘛公布中国2016年国防预算是1兆9095.61亿人民币，换算差不多8.77兆新台币。这是中国连续11年国防预算个位数成长，为2015年4.07兆一直增加，去年突破8兆，今年8.77兆，比咱国国防预算9495亿差9倍。它不会去低于过去对我们的骚扰频率，所以是不是它过去的一些不管是远航啊，还是说它上下半年可能都会有一次的一个大型军演，我会觉得其实这一些都会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6代战机现在有3、4种正在测试中，那这些到底是在科研经费里面还是在国防经费，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另外有好几种这个无人机在服役，那5代战机的部分呢，歼35，这海军跟空军都在服役，那这个当然也都是它的这个预算增加可能的这个来源之一。习近平2015年开始推出中共军改，里面又讲中国军费持续提升，今年是观察指标。苏亚红分析，预算可能用在研发第6代战机，也甲指引中共航南福建号后勤的维护，不排除强军增加战演训的次数。若是台海部分，李强讲坚持9日共识，坚决打击台独，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针对中国人大会议要审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依法追究破坏民主团结的行为，互人当作加强中国公民归属感、认同感。外界关心敢会影响台湾。在这个法律的涵盖之下，任何行为都有可能被解释成违法。那所以附录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人们结讲，这个草案宣示性的意义较大，不过会密切注意立法的内容，提出相关的应用。记者采访报道。国民党党中央和立法院党团达成军购案的共识，这拿赢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版本就是3800亿加元，内面也无处罚机制。党中央也表示讲，要符合台海作战需求，完成建案听书和美国同意备难等3大要件。那民进党是呼吁拿赢的条文会当拆开好好讨论，确实看无国民党是一个反对性。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条国防特别条例，有计伫初6的立法院会，甲南北党团版本同齐复委，也毋过国民党内刷出现意见无同，为刘伟七卡新的8100亿，甲党中央的3500亿加恩，前主席朱立伦主电本等出的9013种版本，党中央初5首先召开记者会说明立场。我们反对的是缺乏保障而且有争议的商业采购的部分，譬如说拉法叶案，譬如说达正案，它可能都是一些佣金的问题、人头公司的问题。南亚党中央提出军购3条件，包括逐项军购武器设备，要依据国防部10年兵力规划案，甲5年兵力整建案的台海作战需求，搁要根据建案定数，相关预算甲计算才会当启动。同时，逐项武器采购也要有美国政府的法计师确定是美国同意的项目，规格付款条件等，立议党团上尾确定3800亿加元的版本，其中无定法机制。我们希望以分阶段、具体明确的方式来推进军购，而不是一次性的授权一张没有金额上限、没有内容明细的空白支票。我自己本人也跟徐巧芯委员至少沟通过2次，党内的沟通协调一直都非常的顺畅、顺利的在进行。南亚呼吁国内主席爱回归年度预算，民进党这期干那总预算拢还未摆入审议，佮较莫讲爱回应美国期待，亲像煞无看到国民党反对的内容甲项目。精准火炮的一个建制采购，国民党认为不重要吗？远程精准飞弹的一个采购，难道他们认为这个不需要吗？如果政府今天要盖一个120坪的房子，你说你先盖30坪，以后再来加 N 慢慢盖。那我地基怎么打？所以1.25兆的特别预算跟条例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容许打折。民进党团指出，这摆国防特别条例的核心目的，就是因应中共对台封锁甲威胁。条文若要讨论，也会当真紧完成，阁会当透过协商处理。呼吁在野党唔通拖害国家战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七四岸有一个查某高中生去放绑伫路边的电火条啊，警方到现场才发现，讲是因为无关去互伊阿哥绑伫遐。警方表示讲，家属袂当不当管教，专案依照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也有妨害自由罪上班，社会处也已经介入处理啊。
查某囡仔徛伫路边穿红色衫的人加微调的连续洗几落年，真侪骑机车人经过拢越头关心，因为这个查某囡仔身躯互人电锁啊，绑伫电火条啊。我常常觉得没有骂他的话，大小声的。那虎虎说你喜欢站那边，我就把你绑起来。他爸爸在外地工作。代志是伫新竹市东区西大路，互人绑起来是19岁高中生，平常时伊甲阿嬷阿姑做伙住。警方初步调查，动手甲绑的是阿姑，车是暗时8点外，气伊唔听管教，都甲绑伫电火条啊。不过这种行为已经触法。依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及妨碍自由等罪，已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察到现场之后，已经提醒了案家人，对于管教的部分避免过大。社会处在接获通报之后，已经立刻派社工员前往了解。评估案家的一个状况。伫春节期间，新北市只有爸爸因为囡仔哭袂停，伫车路甲囡仔赶落车，一届个阿姑甲查某孙仔绑伫电火条啊。虽然电火条啊袂电人，毋过惊有突发状况有电着风险。戴小明是提醒管家界线的准则甲暴力行为是无共的，袂使男做伙讲。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我只是为了孩子好，或者说只是想要管教为理由这件事情，那采取过当的手段，其实就会让儿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承受到一些身心的伤害。当管教是以羞辱啊、恐吓啊，或者是身体暴力的方式进行时，其实它就不再是教育了。戴小明以期刊的研究做证明，讲无适当的管教手段无法度让囡仔正常成长，颠倒会增加攻击性加反社会行为。建议家长明确讲出家己的期待，甲囡仔有效沟通，也会当去参加亲子课程来改善管教技巧。记者采访报道。台中龙井有一个国小2年的学生，可能是长期去互同学霸凌。那这文具联络簿会拍无去连比赛用的服装，也去互人用加刀加破。囡仔是惊加破去学校，家长也出面指控讲，这学校拢无要无紧。学校表示讲有锁定是虾米人做的，即马教育局也要求学校爱赶紧调查。衫互加破几啊空，顶面还佫会因母亲讲，这原本是互囡仔参加校内的故事比赛服装，煞互雕工破坏。那我这样，我都不敢下课，我不敢去上厕所，怎样？我怕我的东西再坏掉，它不见。你知道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是让他害怕成这样，这已经造成人身的安全跟心理的压力跟危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家很害怕的事情。台中龙井这间国小亲像发生霸凌事件，家长表示，囡仔小学1年2月开始，文区就定消息，就连联络簿啊拢无看，一直到学期末，才伫教室后壁拄仔来找到。2年级开学第1日，佫发生类似事件。去年底故事比赛，囡仔准备2个月过，也因为服装互破坏，无法度上台，互取消资格，造成囡仔身心受创，毋敢上课。家长向学校反映，学校查证确定是特定的一位同班同学所做的。已由辅导室启动专业辅导，针对当事的学生呢，提供个别化的心理支持。那老师部分呢，也加强了班级的经营跟团体的辅导的部分。那确保学生呢，在这个学习环境当中可以稳定。家长保安学校处理态度消极，学校澄清除了已经依规定通报，也启动几摆专业辅导，目前也在调查中。教育局责请学校加速调查，尽速理清真相，并要求校方对涉案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及必要协助。台中市教育局强调，已经要求学校加速调查，可予这名学生心理支持。严格家长表示，囡仔的身心状况无稳定，要求赶紧赔偿事实，希望还予囡仔平静的学习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这届棒球经典赛，咱台湾队头一场对战澳洲出来输去，总教练张浩区表示讲，会担起输球的责任，也希望这选手会当赶紧调节。2比3号澳洲队完封将一选手经过混合采访区面色震动，5局的接替齐鲁斯，互人得2分的单笔由蒂博亚投really真失志，个性真活泼的林维恩嘛面啊变变。虽然我们打击这一方面没有太多的串联，然后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分数，然后但是我们投手群都压制的都很好，就只差一个临门一脚而已。首战打击正冷，全场3支安打，打击无连续得分，投手表现其实袂歹。先发4局无失分的齐若曦，用变化球压制澳洲，踢到远垒炸弹成功的张毅，虽然下半局互人得1分，伊认为无算失误。出战版就是一个蛮累的局面，我们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经验，然后我也很享受那个当下的球感觉。在禽兽的时候就讲，他们其实打直球居多了。其实就直球，我觉得就是跟他硬拼了，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又再加上又有投球限制，所以我觉得就是尽量用比较精简的球数去丢非常少。团队集中去互相鼓励，然后我们好迎接明天的比赛这样。我觉得就是反正这场已经过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调整好心情，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比赛。这场比赛正力的是队长单杰贤球牵着倒手，痛哭退场。你现在手还好吗？要去医院。要去医院。随队医生讲，杰贤的倒手肌在骨闭气，先用照顾固定，但是病院检查了后是安怎出国进程，也无进一步说明。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上澳洲，遭澳洲队玩疯0-3落败。中华队呢出师不利，晋级之路将更显艰难。总教练曾豪居在赛后记者会表示，责任由他来担，而他也希望球员们赶快来调整自己，忘掉失败，迎接下一场对日本的比赛。以上是公视新闻林小慧、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台南有一间小来游泳池，初二暗呢，这天崩的轻降架强落落来，造成一个5岁查某囡仔正边骹腿刮到，空喙是强要见骨，随送病院天。业者表示讲，将可能是这游泳池水气较重，造成这天崩的架啊，规个生鲜后期已经停止营业，要来全面检查咯。另外，市政府也准备要进行联合稽查，看环境设备敢是有符合规定。正边骹腿受伤的5岁查某囡仔，经过救护人员简单的包扎，倒伫咧软桥顶悬，赶紧要送病院检查治疗。这个意外是发生伫台南一间室内游泳池，5岁查某囡仔初二暗时去上游泳课，大家拢想袂到，哪会来游泳池学受水，结果煞去互天崩落落来轻降架挂一个接力。不会去注意上面，因为下去就会游泳了，还没有人会注意那边。经查疑为游泳池天花板轻钢架掉落，致该孩童受伤，现场已由119救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警方协助通知孩童家属，令家属暂未提出刑事告诉。受伤的查某囡仔空喙深佮大蛇，超过10公分，强要见骨。伊的阿母讲，伊接到电话时惊一个心肝头皮破彩。虽然囡仔空喙填好势了后，人已经出院，不止个家长也质疑游泳池的设施敢有伫维护。业者拄了会室内以外嘛表示，拢有定期咧检查，可能是这阵啊水的加热湿气相当，才会造成轻降架生生后气落落来。直接停业，然后做全面的检修，对，然后后续也会继续追踪小朋友的复原状况。跟讨论后续的事宜。刚检查完的水准是这样，然后而且他在昨天在脸书上就写说，今天晚上就要开放营业了，说是都没有什么机关在管理他们可以说不需要经过公部门的检查或稽查就可以自己决定可不可以营业这样。家长讲，伊的查某囝伫遮上课已经1年多，伊敢若希望业者会当甲游泳池的设施安全做好势，莫有意外发生。现在游泳池已经暂时停业，市府相关单位要启动联合稽查，确认环境设备拢有符合标准，才会可以恢复营业。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昨伫咧花莲中伫外海不明原因死亡的大只海翁有15米遐尼长，这海保署函馆政府协助处理了后，今仔日是由中华鲸豚协会来验尸，也会开始物证。这只海翁的骨骼也会送到台中科学博物馆。30位工作人员手举刀啊，徛伫无共的所在，忍受臭臭味，解剖这只死亡的海翁。初步的工作进度是要甲骨肉分离到一个程度，这么大片的肉体，后续要安怎处理，外界是真关心。肉的部分，因为它没有其他的价值，那就由当地的业者协助我们做海刨，所以后面蓝色桶子都是装肥肉的。对，那骨骼的部分就是一样会打包再送过去。那今天应该可以完成。这只15.4公尺长的大型海翁是伫初时透早方发现掉伫中德外海的잔仔内底，因为已经无生命现象，检判早就死真侪天，目前要靠解剖来厘清死亡原因，也做 DNA 鉴定来确认物种。主要是因为它个体其实蛮烂的，所以已经打开来，大部分的组织啊都糊掉了。所以因为现在也都还在慢慢的一个一个看，对，所以还没有发现其他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这款的大型海鸥伫台湾真罕见，所以后续国家会送到台中科普馆做研究。官府农业处甲中华竞推协会也提醒民众，这段处理期间，请民众莫到现场看，卡免影响到作业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当咧推广有机稻作，免用农药照顾鱼啊。不过安尼先是正开时间，又搁开成本。即摆有一种纸帽呢，挺好来防止捕蝉了后，防止这杂草发出来。不过这款的纸帽1公斤要开3万6，希望农粮署会当补助。春天，东部的有机农民豆豆咧捕稻仔，刷落来照顾稻仔栽，就搁请工人来除草，因为杂草会生虫生菌，互稻仔破病。即卖有一种放伫个捕稻仔机顶悬的再生纸帽，捕稻仔顺续嵌伫土顶，莫互发草，会当减少8成以上的杂草发出来。各省人工，台东区农业改良场今年伫全国地区的稻产示范推广，伫捕稻仔机顶悬装再生纸帽，对稻仔栽做伙插入去土地。可能做有机的会不错了，哎呀，成功了。台东农改场表示，即马农村欠工，这种新技术会当省去每公顷请30人工，大约6万块的人工除草费用，佫会当增加将近2倍的产量，嘛会当减碳。不过每公顷爱开3万6买纸帽加捕稻仔机，农民希望费用会当佫再降低。成本要尽量降低了。我们纸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手段，它可以让你维持收入的那个来源，然后一边控制杂草。台东农改场表示，这项技术上大的效益就是用纸代替药啊，用机械代替人。未来看敢会当佫争取农粮署的补助，提供佫较侪农民用这种技术，进出佫较侪有机好米。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今仔日有一场2026世界机关王竞赛，伫咧屏东的初赛，吸引56间学校上千名学生参加。透过机关的任务、机器人任务呢，也佫一创意参加等等题目，那考验学生的科学知识，也佫解决问题能力。各式学生拼速度，用手铃甲车射出去，甲叉甲载互对面的同学。2026世界机关王竞赛伫屏东体育馆举办初赛，有56间学校430队，总共1108名学生报名参加。现场学生拢足认真调整家己的机器人，有的和同学讨论，希望上场会当摕到好成绩。嘛有学生囡仔讲尽力就好，顺其自然。老师说后面还要教我们裁条。目前还顺利吗？不太顺利，因为很紧张，因为第一次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比赛规则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机器会不会在那个比赛中然后出问题，这样就保持开心的心情，然后去面对挑战就好了。我们不管输赢。现场的选手脚手溜达，有的人设计机关，有的操作机器人。学生囡仔互相加油，发挥家己的创意，800款的装置轮流架场，互规个体育馆内底充满科技能力、甲团队合作的气氛。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对这种操作型的那个比赛啊或者活动，他们都蛮乐于参与的。那有别于那个课堂里面的那个比较死板的教学啊，其实透过机关网的这一类社团的那个参与，对小朋友的整体发展有蛮多注意的。县府教育处表示，透过机关王竞赛，唔但培养学生科技素养，佮会当训练团体合作、解决问题。初赛若赢的队，就有机会代表屏东进入全国比赛。未来嘛有机会去泰国参加世界赛，替台湾争光。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湾目前有70%的人口是使用台语，不过6岁到14岁囡仔会晓讲台语的比例敢若7.4%尔，出现真严重的断层。但是拢有真侪学者、民间团体注心伫咧做台语复振的工作，这教育部也真感谢民间的力量。今仔日特别颁发115年度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咱做伙来看卖。115年度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颁奖典礼，这届有3位台语学者得到个人奖。林木贤老师长期关心布袋戏、歌戏和庙宇文化，伊讲真做一位台湾人，若唔捌台湾文化，嘛无法度使用家己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是一件足危险的代志。北部庄呢，伊的这个语言消失，北部的文化就消失。好，所以我坚持用这个台语呢来介绍台湾民俗、台湾文化、台湾的各种的传统语
刺激。安那陈立军教授长期投入台语教育资源的书写，针对国小学生编写台语教材，伊感觉比起台文字、台语拼音对囡仔来讲较好理解，大大增加囡仔学习台语的能力。阮就发现，就是讲，实际上伊若用全罗教育的时阵啊，吼，对即个囡仔的进步真紧，而且伊的英文的即phonological awareness， 嘛比对照组加足好的。江尚林老师对1983年开始成立参与教育集团，40几年来，伊甲台语音乐带起哩国际舞台。伊讲台语是一个丰富的语言，有七声八调，本身就真有音乐性。1970年代的时阵，台语我因为过去为这个戒严的问题，甲推展这个华语政策的问题，都一直行下坡去。所以我感觉讲，做一个知识分子，敢唔免为社会尽一寡义务咧。台语团体奖的部分由网庆水电爸爸得奖。水电爸爸做30几档的水电师傅，伊讲伫咧新冠疫情期间，真侪师傅唔敢接案，惊人客找无师傅，所以希望透过影片，互民众简单来做维修。因为业主委托我啦，去帮因整修一寡水电的物件。因是一个聋哑身障的人士。教育部伫咧2008年开始表扬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教育部长陈英耀也伫咧现场分享，一届拢总有几百件参与件数，显示各界对本土语言保存的重视。未来教育部也会透过合作来传承母语的文化。记者陈选林曲凯台北报道。8、6礼拜特别考台语检定咯，新北市的三中商工这回有10外班的学生报名，差不多是上百人。这罕得有遐尼侪高中生来报名，也引起各教师的关注。学校的台语老师表示讲，若准照传统的方式，干那用课本去教，学生无一定有学台语的热情，就要变巧增加互动，也就要运用到这分数奖励，学生呢也会较有学习的动力。来，请问棒球的台语爱安怎念？野球真好。来，嘉老师到底来读一遍咯吼，野球。经典赛当得拍，老师用运动激励来教台语。其实李专任老师本身有在经营 YouTube， 嘛伫三中上工教台语，一礼拜要带10外班的学生去考台语检定，趁也有时间互学生加练习。伊嘛表示，若拢照课本教，学生无一定有学台语的热情，就要变巧增加互动。因为我本身就介意表演，所以我会甲表演甲台语斗做伙。参像伫咧中学期的时阵，我就互学生囡仔家己去自编剧本。而且看8点档，甲8点档的内容甲伊搬出来。上特殊的就是互因用全台语的方式来辩论，对，增加一寡趣味性。咱学生普遍是认为学罗马字，因为除了课本，都无机会接触，伫咧学是上学的。嘛分享家己拢透过虾米方式来接触台语。我拢听龙榴莲。龙珠回头，大家拢嘛爱出门看电影，所以我感觉会使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故事。即摆人拢定定会看电影片，所以我感觉用电影片来学台语，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老师运用学生有兴趣的物件伫台语课实践，校方除了肯定老师带班的方式，嘛指出对因工商学科的学生来讲，考台语认证未来正头路嘛有真侪好处。较有经验的师傅，伊其实嘛是讲台语啦。即马国家推动这考这台语证照是最好的，对咱未来少年的还是讲学生足大的帮助呢。老师用加分鼓励学生考台语认证，这回敢若三中上工都有上百的学生报名。老师表示，虽然高中职有升学压力，不过只要用到方法，就通互学生在学习当中嘛通体会到趣味，也愿意进一步考认证。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伊战争来到第5天啊，美国参议院昨针对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最后共和党占多数，以53对47票甲伊挡落来。这代表讲美国总统川免搁在经过国会授权的情形之下，就会当主导这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战火已经影响到附近的国家了。土耳其对境内遭受伊朗的飞弹威胁表示愤怒，卡达也强烈谴责德黑兰，讲想要甲这附近的国家加入去战争，呼因爱停止报复行动。
美国参议院伫美东时间初时，针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法案有真激烈的辩论。民主党领袖苏密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当将美国杀入一场美国人无想要来嘛无法度解决的战争。不过共和党参议员反击，这是宪法赋予总统保护国家的责任。落尾手投票结果，共和党参议员简单一个投赞成，其他拢反对，53对47票法案方否决，确保川普伫暑期愤怒行动中指挥的空间。Why is he plunging America headfirst into a war that Americans do not want and which he cannot even explain? Enough is enough.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a say. This has happened 45 in the last 47 presidencies. The Constitution, Article 2, clearly gives the president not only the right, but indeed the duty, as does his oath, to protect the United States. 外交方面，土耳其宣布，防空系统伫当地中海上空拦截一粒由伊朗发射，意图进入土国领空的弹道飞弹。飞弹碎片落入去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哈泰伊省，虽然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土耳其是非常不满。随调见伊朗大使，总统艾尼德安伫甲军方食饭时发表严正声明，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捍卫领空。Bu sabahki olayda olduğu gibi NATO müttefiklerimizle yakın istişare içinde her türlü önlemi alıyoruz ve anında gerekli müdahalede bulunuyoruz. 中东国家对伊朗的报复行动已经渐渐失去耐性。卡达总理阿列萨尼甲伊朗外长通话时，批评德黑兰企图将邻国加入去战争，强烈要求停止攻击美军基地附近的区域。国防部长赫吉塞斯预告，美伊两军会伫未来几天内完全掌握伊朗领空。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8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之上。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